幸福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门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熟悉哦，你当然嘛熟悉，这支就是你牵我头壳迄支啦。今仔日吼，就是我倒动报仇的机会，我要你试看嘛头壳叫讲着坚定的滋味。我来接你，好大麦糟糕，就这，哼！赶紧回来，安走行，别喘哦，歹势，来，了这，阿爸甲你去关，哎呦，阿爸，原来你迄届就是用遐尼大支的这钢锤啊，甲透洞讲受伤，莫怪人遐尼啊生气。哎呦，迄个哪有大支？迄支还阁是细支啊，嘿，阿爸大支还无生出来了。阿爸，你大概拢嘛安尼，做代志进前拢无先考虑，做了再来个工课室的，莫怪人会生气。哎呦，秀玉啊！这摆阿爸是要去找大金婆，看伊娶查某，要去甲闹开你那里，想袂到失算啦。失算？我看哦，你常常拢嘛咧失算。什么常常咧失算咯？敢若这摆啦，俩这摆较严重啦。干嘛呢？都对。你吼无救啊啦！阮是安怎讲无有人救？这届大金婆绝对袂阁插你啊！大金婆啊？都有可能。你哪有遐绝情啊？那会无可能？你伫遐尼济人的面头前，甲人讲啊这歹听，人吼无可能会阁插你啊！大金要安怎？有啊，对，咱这个旁边咱找一个是什么陈文英的查某，摕出来将功补罪。将功补罪？阿爸，免啊啦！免啊？阿爸，顶一届你毋是讲你要将功补罪，结果咧？结果毋是请大金婆啊出面斗相共，代志毋则解决，你吼莫伫遐加压啦！哎，秀玉啊，你若常常要甲阿爸闹开啦，等下这阿爸这摆吼一定会找到，你这对不对？我讲你听，你看大金婆为着家庭来咧甲人决斗，用爱心来咧关心着囡仔。用信心甲毅力来感动着这施安宁规家，互因去团圆，煞着用热情来帮助阿大院的人，不计较名利的人，即摆要倒转去五指山去修炼，怎无咱爸仔囝咧偷偷走去这个本田公司度，我佚佗的落心我一定爱来找迄个文英的出来将功补罪。无啊，阿爸，请问一下吼。你即马敢是咧竞选立法委员啊？是啊，你来知你来讲安尼啦，无你讲遐尼济，我哪会拢听拢无？听有听无拢无要紧，即摆来找人较要紧，咱是要去佗找？对，因是去沙龙，对，咱来哭拉舞。阿爸，安怎？你敢袂记的？以前你去沙龙啉酒，妈妈去遐找你。你敢会记得以前你是安怎甲妈妈讲的？安怎讲啦？你毋是讲今仔日若过，后摆吼绝对袂过来这种所在，妈妈才过身无偌久，你拢袂记啊吼？有这袂记的，阿爸拢记在心内呢。那安尼，你为虾米搁要去？我就甲你讲，今仔日若过了，就无爱去；今仔日还阁袂过咧，咱即摆来去哪有紧啊？对不对？
我就知影你上爱去迄种所在啦，你拢无改。秀玉啊，你拢无了解阿爸呢。阿爸迄个所在，其实我也无啥爱去啊。真是的啊！连了。安尼唔算是我的好爸爸。那安尼，咱即摆就来去昆庭公园佚佗，行。等，秀玉啊，今仔日无共款，今仔日环境所逼，我今仔一定爱来去一摆者。讲来讲去吼，你嘛是要去啦，要去你家己去，咱唔爱吵。秀玉啊，秀玉啊！爸爸，你有找着妈妈无？小玲，你都要乖乖听爸爸的话啊！你若较好的时阵，爸爸才带你来去找妈妈。爸爸，你袂再找我骗的哦。戆囡仔，爸爸免来骗你。爸爸，咱来哥哥岛。阴暗转来，唔知要来甲阮手下交代。哎，阿哥啊，我转来，等啊，哎，阿姐，打阴暗哦，我交办互你啊，锁匙伫遮。多谢多谢。阿君，阿君啊，你面色啊遮歹看，是安那？是毋是人无爽快？啊？无啦，无啥物。哎呀，哎，来啊，今仔走了安怎？加减趁。咱无偌好的款，无安尼啦。下暗过来去走。无喏，但你也爱生活啊，你走啦。讲啥物话啊？来，安那啦？下暗你摕去走，吼，好好啊，甲走，加趁淡薄啊。阿坤，到底是安那？哈？我心情无好，无心情好好开车。心情无好，是讲为着恁某的代志是无？唔是啦，阿坤，你到底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！因为昨暝小玲发烧，一直在叫伊妈妈，所以讲我真烦恼。小玲发烧，也有烦恼无？今仔已经较好啊，医生讲叫着爱休困，所以我夜要留咧陪。这囡仔嘛真可怜，一日怪来怪去哦，拢爱怪迄个无责任的老母啦。伊拢是我唔对，什么你唔对？你黑白讲啥？啊！你这么有责任，这么有家庭责任，佮这么好的老爸，怎要去倒去找啊？哎，你唔知影？我知啦，阿坤，唔是我咧叫话爱讲，你听某唔通听这体的啦。啊！恁某后摆若我有机会拄着吼，真正咸咸我甲讲两句好听，我一百开我才会落。阿大，这反正吼，我真感谢你真关心阮啦。话安怎讲？咱两个是换贴的啊。有影，阿大，今日我通甲你做朋友吼，我感觉真欢喜。莫安尼啦，好啦，无我用不出来加减忙走，看会当利用走车的当中吼，早一日找到恁太太倒转来。哟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帅哥一位，帅哥。我哪样啦？夭寿哦！你敢不是迄个真空台对不？好啦，
安怎大钱去啊？叫顾问叫大钱下啊？这。哦，我顶开你叫我用我袂慷慨。有来啊，最近可能我较会算帅哥哦，也较性格，迄阵认袂出来啊。哦，我性格到足性格啦。啊我差一点仔就袂认得你啊。哦，你来这久拢无来哈？我当作你死去安尼。哎呀，你啊，拍东拍土，什么死你死八摆。我是惊你一间店倒去啊，唔敢来你来。哎呦，你哪会讲甲我歹听啦？阮这间店生意偌好咧呢，你哪有可能会倒店啦？你慢慢安尼甲我拍出衰。是啊，所以莫讲我死的代志，夭寿的代志，我就无爱听啦。啊，歹势啦，算毋知你久无来，我今日看到你吼，特别足欢喜的嘛。是啊。今仔日有啥物有气的无？有气的哦。哦，你骹足长的足福气。我最近才加增加几个，偌济有气的呢。我叫出。我即摆就叫。娜娜，青青啊，来哦，关你，人客来啊，共按来一个。少爷，酒吼关两关来啊，小菜哦，先煞准备一来，酒较关来。较好的哈，穿较上等的哈。来，无啉嘛啊，你安尼吼，真久拢无来，我偌思念你，你敢知？有影咯，这好人客我拢特别较有印象。你都甲我讲话啦，有影啦。来，酒来停落吼。来，我甲恁介绍啦，这个吼就是金档。以前哦，咱这间店的老主顾呢，你当我未来上班的时阵，伊就定定来这买扒来，伫甲恁捧场啊。有影哦，安尼就是咱这的老主顾客。是啊，来，咱大家该敬一个，来。后摆莫讲老主顾，讲主顾客了啊！我上爱听老的代志啊！因这间的地基拢我拍的啊！来，颁奖，哎，哦，多谢你啊，请啊上大张的呢，是真当的呀，歹势呢，定定来拢互你安尼甲阮捧场。这还有查某？你又叫遐济啊，要搁叫查某？我是讲有一个叫做文英，文英，啊喏，是个本名姓，啊你找伊敢有啥物代志？朋友叫我过来斗相共找。啊伊是生做啥款的？你都要甲我讲，我毋知会用甲你斗主意。我唔知啊，反正是查某就对啦。我算毋知影查某的，你毋知伊生做啥款的？啊无看有相片无？若有相片就较好找啊。相片伊是无啦，我有啦。爱你会用啥物录音啦？对无？你要找是找迄个文英嘛，对毋对？哎呦，安尼歹找啦，啊无相片，啊毋知会生做啥款，啊无我则尽量啦，甲你斗主意啦。啊无安尼啦，我拜托你，若有知影这个文英的人吼，文英这小姐，你咧甲你联络吼，我拜托你，来，我敬你哦，你记哦，来。没问题啦。阿英啊！管阿英啊！管啊！阿英啊，你听我讲啦。免讲啊，大家讲啥拢袂听。有啦，我哪会无听？我讲的电影好看，你也讲歹看。无好啦，不咱来看。即摆你要看，我歹看。阿英啊，我找你政府啊，跟我转来。你是啥物？老高，你怎啊？阮女朋友，你也想要食豆腐啊？我找你足久的，你啊！阮女朋友你找足久的，我看你欠推就管你。无车头你无小探听，阮女朋友你教到食豆腐，哼！咱来看电影。安尼来讲拍人，无你红一个哦。阿伯，来靠关键，阿伯。啊？讲阿伯，讲阿伯，哎呦，夭寿啦！讲甲弄到这严重啦，大家紧送病医啦。红红衫裙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。阿爸，你有安怎无？是啊，来啊！哎呀，好佳哉！阿呆，若无阿呆吼，我这下参你老母困做伙啊！阿太，多谢你啦。免，哎，总共一位就是咧沙鹿迄个化家，
迄个什么露露的啊，拍积水，唔知发生这款代志出来。你去遐尼久，拢无转来，我就知影你一定发生代志。阿爸这找人找啊足艰苦的，你哪呢？找人找啊足艰苦，我知啦。你去遐啉酒找小姐，当然嘛找啊足艰苦。你唔知啦，找人偌艰苦的，唔是啉酒。艰苦，嘿，艰苦去死讲艰苦。阿舅妈，哎，来，阿舅妈，阿姐。好，多谢哈。阿达，应该会知影我住伫遮啦。我都拍电话转去秀霞甲讲，我伫遮可能是秀霞甲讲的款。天公伯有目睭啦，这叫做报应啦。妥当的啊！啊，我平时是安怎伫咧甲你教哈？咱做人都要有同情心。你看人都已经倒伫咧病床啊，你搁住遐咧拍啦哩啊！大金姑啊，多谢你来甲我看啦。我唔对啊，你原谅我吼。哎呦呀！慷慨，我当然嘛是原谅你。啊，我若无原谅你，我就袂来甲你看咧，对毋对？你看你啦，火头食到遐济啊啦，啊想要甲人去行迄落所在，啊才安尼舞到安尼啦。啊，误会哦，是误会啦。我也想要找你遮阿英来咧吼，我唔对人，这讲欠讲拍啊。我掠准你咧偌熬咧，原来你就是遐尼假路哦。像你这种办代志的方法哦，加好麻烦有尔啦。啊，毋讲哦，话讲倒转来吼，你嘛足熬的呢。我足熬。我第一只病房吼，拄啊出院尔，你就随时来互我接班啊。安尼嘛好啦，你即马等下休困，交我去外口表演一下。嘿嘿，阿仔，你看，你是间病房选院来啊？对啊。哦，我叫你住，我袂换位。你是要换啥个位啦？这间病房风水真好呢，我保证你吼，定定会来住。给，红旗小姐，我拜托你哦，我要换病房啊，我无爱住遮。真歹势呢，即摆病院拢无床位啊，请你较委屈一点啊。哎呦，啊，搁有啦，三顿食饭饱吼，爱记食药啊。好啦，我知。千万爱记哩吼。好啦，多谢。红小姐，多谢哈。两伯啦，是你有福气呢，到我都住到这专用的病房呢，你搁当咱咧嫌，哈。大金宝啊，即摆阮阿爸吼，为着找文英的代志，你看，互人拍到安尼啦，而且吼，搁互你误会，无安尼啦，我甲恁斗阵来去找文英好无？免啦，有阮师同我来找就好啊，免一礼拜吼，倒当有消息的。对啦，秀玉啊，你也是留在遮吼，照顾恁老爸，莫搁互伊死去乌白走啦。啊，妥当啊，阿呆啊，来，咱好来去啊。啊，慷慨啊，你较保重的哈。啊，行。无你先行啦。好。阿爸，你看啦，你实在有够闹气的。先生，我要去。我会知啦。啊，拜托的啦，我咧赶时间啦。你咧赶时间，我嘛咧赶困的时间。唉，你这人哪安尼哈？唔知都唔知嘛，神经病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小姐要倒去啊？我要去上山啦，去山山爱情亲像一阵雨。小姐，咱借问下吼，你是毋是住南投？是啊，你真厉害呢，听我的口口就知影我住喺南投。啊，你嘛是南投人啊？唔是啦。后呀，你是毋是住南投上东？是啊。你是毋是叫陈文英啊？
穿红衫裙，头嘛滴过咧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啊，你是毋是做南投相当？是啊。安尼你是毋是叫陈文英啊？唔是，我叫陈文华。先生，歹势哦，我伫遮落车啦，你停车啦，停车啦！我找你找到足辛苦的呢，真无简单才甲你找到呢。啊，你看，这张相片明明就是你啦，你还阁想要骗我？你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这句是我讲的才对呢。哇，你真残忍呢哈！放红放囝伫厝内面啊！你敢唔知影恁翁甲恁囝四界在咧找你找到偌艰苦？啊，搁有啦，今仔日小玲哦，敢若想你想到破病，你敢无想要顶下看一下？你又别讲啥？我要落车，我要落车。落车！我要载你转来看恁翁甲恁囝啦。别叫啦！别叫啦！别叫啦！阿呆真无简单，将有来载着日夜苦找陈文英，但是偏偏煞来拄着车的，因两个人是毋是有生命危险呢？阿坤因一家伙的天伦之梦，敢会因为安尼来破灭呢？大金宝会如何来帮助小莲甲小美呢？剧情愈来愈精彩，高潮不断。感谢观众朋友的爱护甲支持。下礼拜一暗时7点，敬请继续来甲阮捧场指教。大金宝串江湖。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心内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替我抗议。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情，你无义。